弟兄姊妹平安，为你领受上帝的心意，顺服的力量。约翰福音第8章29節，迄个差我來的是甲我同在，伊無有放落我獨自佇咧遐，因為我常做伊所喜悅的事。阿強甲囝講好，今暗甲伊用電腦項目做到一半，同事忽然拍電話來，叫伊幫忙退一班。伊看了看囝，閣看了電話，又有了一骹久。伊知影同事真的需要伊幫忙，但伊也知影甲囝講好了。伊講歹勢，今暝袂做，我甲囝約好了，你找別人。不過，媽你透早，我較早去幫忙你。阿強掛了電話，看到囝正看到伊無講啥物，只是坐佇咧電腦前，繼續教囝兒。迄一暗暝，囝兒學曉一個功能，講爸你真厲害。阿強笑了笑，心內想，伊其實無做啥物特別的事，只是做了伊答應的事。迄一日暗暝，伊坐落來安靜的時陣，忽然覺得主親像離伊真近，毋是因為伊做了啥物大事，是因為伊做了一件小事。兄弟姊妹，順服無一定是大事，有時只是你佇咧還未選擇的時陣，做了一個願意受樂言的決定。你無做迄個更較大的、更較合理的事，你做了伊喜悅的事，你的心就知影伊甲你同在。順服的力量是對你佇還未得到以及後悔的時陣，選擇了無放棄。頭先順服是做爸喜悅的事，耶穌講：我常做伊所喜悅的事。順服毋是做真濟，是做主喜悅的。阿強無做什麼大事，但伊收到了對囝的樂言，迄是爸喜悅的事。過來，順服毋是被迫的，是愛的選擇。你無有選擇去做遐的事，毋是因為驚被罰甲毋敢做，是因為你愛，所以你願意。阿強會通選擇去同事遐，但伊選擇了留落來，迄是愛。閣有順服會帶來同在，迄個差我來的是甲我同在。當你做爸喜悅的事，你會經歷到伊的同在，毋是因為伊特別偏心，是順服本身拍開了迄個空間，你才會通查到到伊一直佇咧。最後順服，互你知影你佇愛的那邊。耶穌講：你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佇我的愛內。阿強做了一件小事，但迄一暝伊困甲真好，伊知影伊做對了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來思想，順服毋一定是大事，是你佇咧還未得到甲後悔的時陣，選擇了無放棄。第一，誠實看家己，我是毋是覺得順服是真大的事咧？要奉獻，
要吃苦，要放弃真多。其實顺服往往是一件真衰的決定。第二，今仔日留意遐個會通選擇的時刻，你答應的事，你講嘅話，你知影該做的，卻想說過去的事。第三，做迄個決定，哪怕真衰，你做了，你會發現主無離開，伊一直低調。安靜的對主講：主啊，順服毋是我做了偌多，是我佇咧還未得到甲反悔的時陣，選擇了無放棄。互阮今日做一個衰的順服，毋是大，只是做了我答應的事。咱三甲來祈禱，主啊，阮感謝你，因為你講，阮常做伊所喜悅的事。阮向你認罪，因為阮常常將家己的方便、家己的計劃擺佇咧你的喜悅面前，卻忘記了遐個真髓的順服。求你今仔日，互阮做一個髓的順服，只是做答應的事，也互阮為遐個覺得順服真難、真重要的人祈禱。因以為順服就是要放棄真多，但因毋知影，順服常常是還未得到甲反悔的時陣，選擇無放棄。求你互因今仔日做一個真髓的順服，然後發現主就佇咧遐，奉主耶穌的名求，阿們。